大家早上好，今日我哋接住睇出埃及記，我哋會睇第5、第6同第7章。咁喺呢個之前，我喺度做個簡單嘅一個概括。我哋知道以色列百姓佢哋從埃及離開，以色列百姓離開埃及嘅呢個過程，其實係我哋每一個信徒啦，去奔走天路過程嘅當中所經歷過嘅咁樣嘅過程。咁喺琴日喺之前啦，我哋睇到神去呼召去揀選摩西作為啦咁樣嘅帶領者啦，亦都去帶領百姓啦離開埃及，並且咧賜咗俾佢咁樣嘅三大嘅權能，就係咧神話語嘅能力，仲有咧愛嘅能力，就能夠去憐憫包容嘅呢種嘅能力，而最後咧係可以改變嘅咁樣嘅能力，進入我哋生命當中，能夠咧迎嚟咁樣新嘅生命，並且咧仲建立起咁樣嘅同工，就係佢嘅哥哥亞倫啦，作為佢嘅同工，帶住呢一切啦，亦都去出發。咁喺之後睇到摩西啦，正當摩西要去埃及嘅當中，喺路上咧卻遇到神嘅擊殺。喺面對咁樣嘅危難危機嘅時候，我睇見啦，摩西嘅裏面係點樣嚟到看待呢件嘅事情，並唔係去埋怨，而係啦喺咁樣嘅危難當中，而先係去察看自己，然之後最終喺呢個過程嘅當中，能夠咧好好嘅去得勝，然後去度過。所以咧，最終咧嚟到埃及，嚟到法老嘅跟前，我哋知道以色列百姓佢離開埃及，必須要得到咧法老嘅同意。所以而家摩西亞倫啊嚟到埃及，嚟到法老嘅跟前，要同法老去講，要讓百姓咧離開。我哋先睇第5章嘅1到3節。後來摩西亞倫去對法老說：耶和華以色列的神這樣說，用我的百姓去在曠野向我受戰。法老說：耶和華是誰，使我聽他的話，用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認識耶和華，也不用以色列人去。他們說：希伯來人的神遇見了我們，求你用我們往曠野去，走3天的路程，這是耶和華我們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擊我們。阿們。咁喺到第3節，我哋睇見摩西亞倫嚟到法老嘅跟前，同法老講：求你讓我哋出去走3天嘅咁樣嘅路程。其實我哋知道神呼召摩西係要帶領百姓離開埃及，但係嚟到法老跟前，肯定唔能直接同法老講話，我哋要離開啦，法老，我哋再見啦，並唔能夠咁樣。所以我睇得見摩西佢話去央求法老，讓佢咧帶領百姓出去走3天嘅咁樣嘅路程。其實睇上去好似喺度講大話一樣，但係喺度我需要睇見嘅係要離開埃及。離開埃及意味住啦，離開魔鬼啦、撒但嘅佢嘅支配啦、佢嘅轄制一樣。所以呢，喺咁樣嘅惡嘅因為個法老嘅面前，有只能夠咁樣去做嘅理由。同樣喺我哋去走信仰道路嘅過程當中，其實我哋亦都需要有咁樣種嘅智慧。就算主耶穌去差派佢嘅門徒出去傳道嘅時候，俾佢哋嘅勸勉嘅話，講到你哋呢要靈巧像蛇，馴良如鴿子一樣。換句話說啦，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喺我哋去奔走信仰嘅歷程嘅裏頭，我哋需要有咁樣種嘅智慧。但呢種嘅智慧並唔係人嘅一種嘅小聰明，呢種嘅人嘅一種嘅智慧，
而咧係因着神嘅話語而嚟嘅一種智慧。而且咧喺度咧特別提到，我哋裏面咧需要帶着純良而急切嘅咁樣嘅心。換句話説，好重要嘅係我哋裏面咧需要持守住呢一份純良、單純嘅呢一份嘅心。即便咧我哋面對嘅呢個世代係邪惡嘅，但係裏面唔能夠失去我哋裏面呢一份單純嘅呢一份嘅心，呢份敬畏神嘅心。帶住咁樣嘅心，而且咧去借着神嘅話語啦，我哋能夠可以去得勝種種嘅試探啦，以至咧各樣嘅難阻。所以喺度睇見摩西啦，同法老去央求法老讓佢哋出去走3天嘅咁樣嘅路程，好讓佢哋咧去祭祀咧耶和華我們嘅神。咁其實從第5章、第6章、第7章嘅當中，其實我哋睇見有摩西同法老嘅咁樣嘅對話，亦都可以話有摩西同法老嘅咁樣嘅鬥法。但係咁樣嘅一個過程嘅當中，其實一開始睇見啦，需要有點樣嘅智慧咧，就要去走3天嘅路程嘅呢一個智慧。其實即當百姓佢哋離開埃及去走呢3天嘅路程，其3天啦，亦都可以話係神要有百姓去建立信心嘅咁樣嘅過程。當佢哋啦走完呢3天嘅路程之後嘅一切啦，其實神佢都會嚟到去，可以話啦喺3天嘅路程之後啦，所有一切啦，神都會嚟負責嘅。所以都可以話呢3天嘅路程，亦都我哋每個人行在天路當中，係我哋需要去建立起信心。雖然過程嘅當中會有經歷各樣嘅困難難處，以至各樣嘅逆境，但啦，我哋需要嘅係建立信心去咧走出去。當你帶住咁嘅心走出去嘅時候，神咧佢會負責，佢會看顧同埋保守嘅。應該可以話啦，係上當中嘅一個嘅智慧。咁喺後邊嘅5、6、7章嘅當中啦，其實記載嘅係神喺埃及地所降下嘅10個嘅災殃，包括有血災、蛙災、虱災、蠅災、畜疫之災、瘡災、疱災、蝗災、黑暗之災，最後一個咧係擊殺長子之災。即係呢10個嘅災殃臨到埃及嘅全地之上。其實你可以知道呢10個災殃不單單只係一種嘅睇得見嘅一種嘅災禍，亦都佢裏面所象徵嘅咁樣嘅含義。好比話咁樣嘅蛙災，就咁嘅青蛙啦，佢叫嘅時候咧係呱呱呱呱咁樣去叫嘅。就好比我哋信仰過程嘅當中，其實我會聽見好多嘅聲音，有人會同你講：點解你去教會啊？教會有咩好啊？教會難道會俾飯你食咩？你點解要去信啊？信完需要啲咩好啊？類似咁樣嘅話啦，其實我哋都會聽得見。當我哋聽住人哋咁樣講嘅時候，可能你心裡面更非常之嘅不安，可能真係能夠好難咧去安靜落嚟。直至呢番嘅話咧，仲係耳邊仲係同你去講一樣。所以其實去睇其實10個災殃佢本身咧，其實都有佢以前嘅意義。就好似蠅災，有冇做蒼蠅？蒼蠅象徵一種好污穢嘅一種嘅嘢，就喺我哋做信仰道路當中，其實可能我哋會因着呢啲嘅污穢嘅嘢啦，而變得模糊起嚟嘅。所以咧，要去潔淨一切，而且後邊咧亦都有咁樣嘅冰雹嘅咁樣嘅災。即係當落冰雹嘅時候，其實我哋嘅反應咧就係逃跑，去躲開咁樣冰雹。其實可以象徵嘅話，亦都可以象徵嘅係喺信仰嘅當中，其實我哋都會遇到咁樣不順境嘅事情，
甚至呢喺咁樣嘅逆境嘅當中，會有咧控告我哋嘅聲音，會話信咩耶穌啊？信耶穌應該係遇到咁樣嘅事情嘅咧，係咪先？當我哋遇到咁樣嘅一種嘅情況嘅時候，可能我哋心嘅裏面會因此而感到挫折，以至呢可能我哋裏面有一個想要逃避嘅、想離開嘅咁樣嘅心。然後最後邊呢提到有黑暗之災，佢象徵係一種絕望嘅一種嘅黑暗。可能我哋都會遇到咁樣嘅時候，覺得點解會咁樣嘅咧？點解會讓我遭遇到咁樣嘅事情嘅咧？但不論點樣都好，其實總括嚟講，喺行走信仰道路當中嘅我哋，其實要知道啦，雖然表面上我哋遭遇到咁樣嘅災難，但係當中神每次呢都係保守着佢個百姓，讓佢咧免受咧咁樣嘅災殃嘅。而且喺度咧特別提到係10次嘅咁樣嘅災殃，咁樣嘅禍患。其實亦都有象徵嘅意義。其實喺創世記當中，當雅各去逃避佢哥哥嘅追殺嘅時候，逃亡去投靠佢，求拉班嘅時候咧，喺拉班嘅手下咧去做工。喺過程當中咧，佢嘅求咧拉班咧改咗佢咧10次嘅咁樣嘅工價。所以即可以話，其實呢啲嘅攻擊啦，撒但嘅佢嘅攻擊啦，佢嘅毀壞嘅呢類工作啦，其實都有一個嘅限度嘅。要知道我哋去走信仰道路嘅時候，其實好重要一點係咧堅持到底。即便我遇到咁樣嘅患難甚至攻擊嘅時候，我哋需要嘅係去忍耐。所以聖經教導我哋，其實我哋遭遇到嘅一切咁嘅事情，特別係患難啦，呢啲嘅艱難嘅時候，其實為嘅係讓我哋學識咧更深嘅去忍耐到底。而且要知道，其實魔鬼喺上面工作咧，有佢一個嘅界限，有佢一個層次。當我哋越過呢個層次嘅時候，我哋會嚟到咧一個飛躍。而一個咁樣嘅轉變嘅咁嘅時候，呢個可以話啦，喺我哋嘅信仰道路行走喺信仰道路當中，我哋需要知道嘅咁樣嘅智慧，算咧堅持到底嘅咁樣嘅智慧。咁我哋又跳到第7章14到19節。呢度今日時間都可以讀完啦，呢5、6、7章，咁係最重要嘅時間啦。礙於時間關係，我哋只係簡要嘅去睇。咁我哋睇14到19節，又話對摩西説：法老心裏固執，不肯容百姓去。明天早晨他出來往水邊去，你要往河邊迎接他。手裏要拿着那變過蛇的杖，對他説：耶和華希伯來人的神打發我來見你，説：讓我的百姓去，好在曠野侍奉我。到如今你還是不聽。耶和華這樣説：我要用我手裏的杖擊打河中嘅水，水就變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華。河裏嘅魚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要厭惡吃這河裏的水。耶和華曉諭摩西説：你的亞倫説，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替他們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變作血。在埃及遍地，無論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阿們。其實呢10個嘅災難啦，臨到係埃及全地，亦都可以話係出於神嘅咁樣嘅攻擊，出於神嘅咁樣嘅工作。喺其實我哋點樣去理解神點解要去降下呢10個嘅災殃呢？其實好重要嘅一個原因係因為有一直咧抓住啦成個百姓嘅咁樣一個勢力嘅存在。
喺度睇得見啦，有咁樣嘅法老。雖然神透過摩西屢次嘅讓法老去同意讓佢哋去離開，但法老總係咧唔願意。換句話說啦，總係有更係找住咧神百姓嘅咁樣嘅勢力。但係喺咁樣嘅時候，我哋需要知道嘅係啦，有已經咧俾咗我哋嘅咁樣神嘅話語。換句話說，喺神嘅話語當中，其實已經有俾我哋咧能夠得勝有餘嘅咁嘅力量咧，已經俾咗我哋。所以睇到啦，喺信仰當中嘅聽神嘅話語咧，好重要。不論遇到點樣嘅情況，首先咧，先係去走緊神嘅話語。就當我哋去走緊神嘅話語嘅時候，其實我哋發現喺神嘅話語當中，亦都有一切嘅問題嘅咁樣嘅答案。所以喺信仰當中，越係遭遇到咁樣嘅艱難、有咁嘅爭戰甚至攻擊嘅時候，你知道啦，你更加需要走緊嘅係神佢不變嘅咁樣嘅話語。而且喺個過程當中，我能夠發現每一步亦都有神嘅真實嘅帶領。神總係咧走喺我哋嘅跟前，總係帶領着我哋㗎。所以需要啦，係緊緊去跟着神，你哋往前咧，亦都去走。咁嘅時候都能夠去得勝咧呢啲嘅大大小小嘅呢啲嘅爭戰。今日就到呢一度，咁聽日我哋要睇關於咧以色列百姓咧喺離開埃及之前嘅需要做嘅咁樣準備，會睇咧關於逾越節嘅咁樣嘅事情。咁今日分享就到呢一度，我哋一齊禱告。每日恩典嘅父，我哋感謝你，只感謝住你每天賜下住你嘅話語，你都教導喺我哋信仰過路嘅過程當中，主要係會遇到各樣嘅咁樣嘅艱難。但最重要睇得見嘅係啦，即便我哋身處喺各樣嘅艱難困苦嘅當中，主要你信實嘅話語，主要能夠成為我哋隨時嘅幫助，成為我哋咁樣嘅患難當中嘅避難所。最主要我哋能夠去學識喺一個別嘅世界當中，最主要我哋能夠持守住呢一份單純純良嘅心，呢份敬畏神嘅心，而且喺我哋嘅生活當中，能夠借住神嘅話語，亦不變嘅真理嘅話語啦，讓我哋懂得如何去生活。將你依靠嘅並唔係人嘅智慧、人嘅能力，而從你天上而嚟嘅你嘅能力，住你不變嘅神嘅話語，最主要我哋能夠啦喺奔走喺信仰道路嘅當中。最主要我哋能夠喺奔走信仰嘅呢個歷程嘅當中，最主要我哋能夠有從你而嚟嘅咁嘅智慧，係面對不斷嘅去找住我哋嘅咁樣嘅惡嘅勢力，咁樣嘅法老，咁樣嘅魔鬼撒旦嘅時候，最有懂得嘅智慧咧嚟到去得勝。要求住你賜俾我哋咁嘅信心，讓我哋能夠去喺咁樣嘅種種嘅情況當中，能夠去堅持到底，相信你會讓我哋咧最終去得勝嘅。主要你係喺時刻咧與我哋同在，仲有咧行喺我哋前面嘅帶領住我哋嘅一位嘅真神。願主你每天去借住你嘅話語啦，引領着我哋，保守着我哋，讓我哋喺個過程嘅當中更加去發現神你係嗰位信實可靠嘅主。讓我哋能夠帶住呢份嘅信心，更加去快去跟隨住你去生活，亦求住你去保守我哋升天嘅我哋嘅生活。願神去祝福我哋生命充足嘅事情。感謝你聽我哋禱告，奉主耶穌嘅名字祈求，阿們。